长正经当场，不过总算到诶。或者你要先买票，这样比较好抽。不过一下我用的是饭店嘛。请问一下，我听什么啊？好啊，歹势哦。你一下涨到亚位啊，含啲个上，人哋会炒菜，含你讲煮菜去饭店。迄讲我去饭店做嘅炒沙器嘅贡茶，嘅贡茶嘅茶票做嘅同人亚位买。人讲茶站就啲入口附近，当简单就做嘅钱嘅到。迄讲唔要动太嘅行李咩唔是少啊，贡茶咩有味素做嚟用。懂好咧。真好啊。唔过唔对，要做啲现切煮菜哦，你要有资料你就会看一下。呢度咧有太健哦，你期限多好多，基本天啊，做啲考虑一下哦。煮菜哦。假使其实以后呢，韩国临时想去那边就做得去哦。不过有段时间方向感唔会太好啦，故说有一些强。哎呦，唔是强啦，有矮啲呀。错哦。我嘅方向感唔当好，我爱来时没做得啊。错啊，按你讲爱就放心咧。佢我去那片煮菜啊？佢煮菜嘅味素啲啊冬片啊，做嚟特別高氣。佢地度呢，我有不用地圖，還有嘅氣象報告，做嚟參考一下。好，跟住就讓看一下，很仔細哦。唔是客氣哦，交到歡喜哦，好，記下片。好，上來了。上來了。下擺冇參加旅行團。先自助旅行較有彈性，未做得自家規劃行程，想去去哪就去哪。錯啊！我咪當好自家來規劃行程哦。你一下煮菜就做得慢耐去，想去哪一片就去哪一片，就做得更加深入了解當地嘅文化。冇唔錯，唔會輸到時間嘅限制。係啊，咪做期待一下，過程當中發生嘅神奇事情。聽起來異常人，我哋做得體驗當地嘅生活。唔過要注意，莫衝走。哎呀，唔是少啦，要不請你相信我。好啦。好啦，你煮菜。爹，幾台係人嘅茶好，我聽數好誒，使唔使呢條卡寫啊？乜人講嘅？我嘅呢條出動態啊，我來擺啦。好，我老使唔使嘅呢條都意寫呢？家辦好，來出發。好，嚟。哇，原來自由行吼，做得體驗到按到當地嘅文化誒。係講係唔了解現測，旅行團也係自家規劃行程呢。唔過啊，講到旅行吼，哇，佢哋好得啊，要去到呀遊客中心來問一下。現測咧，佢哋嘅旅行方式，佢上下嚟就看一下呢條嘅詞彙，然後短句又有哪條愛學習嘅咯。